下面我们讲那个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当中，现在讲那个，就是潜心这个七支公讲完呢，就是真心这个广大法院。真心广大法院当中呢，就是现在讲的是第11个大科判，也就是说这个去除种种法门二法院。那么这个是分应该是7个科判吧，就是7个科判。其中呢，就是今天讲的是第4个开始啊，就是第4个小科判。那么第4个小科判呢，就是说深入这个30诸界之源啊，就是诸是一切界的意思，深入这个30诸界，就是30一切界的意思，就深入30诸界之源。那么这个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我能深入于未来，今一切皆为今一切皆为一念，30所有一切界为一念界，我皆入。那么这个字面上呢，就是说，我将来就是让这个深深的去入，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啊，就是未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世间界当中，并且呢，就是这一切界呢，就是在一个年头当中，在一刹那间当中呢，都让这个入啊，就是也就是说，一切的这些界啊，就未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一切界呢，就是在一个短短的一个年头当中呢，我都可以让这个介入。意思就是说是，我将来呢，就是在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让去入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未来的，就是比如说弥勒菩萨这个出世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佛陀啊，就是包括这个圣解佛啊，当这些如来这个出世的这些心经呢，我都这个一这个去入啊，就是一去入，这是对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发愿。然后同时呢，就是原我这个深入呢。就是未来就是可以去除的话，那么这个过去和现在和包括未来，就是30所有的啊，就是未来、过去、现在三个世界，就是所有的这些界啊，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切界，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界，过去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一切界，现在正在这个度过的就是一切界。那么这个界当中呢，就是都是让我在一个刹那间当中，在一个一念群当中呢，就让这个入于这样的这个境界。这是在印度的一些个别讲义里面啊，就是个别普贤行愿品的著述里面呢，就是说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未来界的话呢，也并不是说是这是一个空的这个事件啊，不是我们让一个入于一个事件，就是其实未来的每一个界当中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如来啊、菩萨啊，还有这个声闻阿罗汉，以及呢就是这个很多这个智者的这些心经啊，就是他们不可思议的功德和等次和智慧等等。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未来的这些界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凡夫这个众生呢，包括呢就是像这个旁生啊、恶鬼啊、地狱啊等等，就是这些众生。就是那么这些众生的好的不好的全部呢，都我让这个介入，都让这个去入啊。那这样的话，过去的一切的这些这个上下的，就是上至这个佛陀，下至这个地狱以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呢，我让这个在一刹那间当中都去入。同样的，我要发愿呢，就是过去和现在的这个一切界当中的这些众生界和这个佛陀的这个清净界刹土啊，都让这个去入。那么亲近这个佛陀的这个刹土呢，就是听法啊，然后呢就是得到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啊，他们的这种这个智慧力啊、方便力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佛陀如来的出世间的这个功德。那么我去入一些不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做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佛法来，就是绕以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的一个凡夫人来讲呢，就是上供下施也好，或者说是一切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完成的就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呢，作为真正的这个得地的这个菩萨来讲呢，
就是完全是这个可以的啊。就我们得一地菩萨的时候的话呢，那么震动这个100个世界啊，让度化一刹那间当中就是震动100个世界，度化这个100个世界100个这个众生啊，先前就是这个百种法门等等，就是有这个许许多多的功德呢，就是先前的。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更是就是不用任何这个考虑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解脱者，也是一种这个菩萨的这个心境呢就记得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就讲过，就是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界，能做这个一念去呢就非常也非短解脱人所行，说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无量无边界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刹那间当中，在一念群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接纳，就是可以接纳。那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刹那呢，就是没有变长，而这个界呢，就是没有变短，应该是长短的长吧，然后那个就是这是什么样呢？就是这是真正的这个解脱者就是这个获得这个成就者的心境。我们作为凡夫人的话呢，就是一刹那就是一刹那，就是这个众多的这个界就是或者是多少万年的话呢，那么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互相这个兼容就是没办法这个兼容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解脱者来讲呢，就是就一切的就可以就是多变成一，一变成就是多，或者呢就是有变成无，变成有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生变和变化呢，就是都可以这个现前的，就是都可以现前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一定要想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虽然就是做不到就是不要说这个一刹那间当中，连我们一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未来的这个多少万年呢，就是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现在一天的时间当中完成呢，很困难的就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不行的。但我们现在就是积累资粮，心持三法以后，到这个得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一刹那间当中，一年群当中的话呢，就是先前就是一切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一切清净不清净的这个行为呢，就是都可以这个圆满就是都可以圆满。因此这个集诵的话呢。主要是就是圆满这个精进度就是讲到了这个圆满精进度，也就是说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前除一切的这种这个黑暗就是一切这个懈怠等这个黑暗，然后呢就是先前就是智慧的这个光辉，因此这个呢就是先前呢这个颜慧地，就是第四地菩萨的就是颜慧地的这个功德就是当你真正这个颜慧地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先前的时候呢，其实在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先前就是未来的就是无数劫就是未来的这个无数劫。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呢就是很多事情呢就是没办法心里面就是想。就是的确，我们有时候就是像这个，比如说2、3岁的这个孩子给他就是讲课的时候呢，如果按这个大人的这个智慧心境来给他一讲呢，就是他根本没办法这个介绍就没办法接纳，就这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一些玩具或者是1、2、3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他可能比较这个比较能这个接受就是比如说1、2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他就自己就是所爱的自己是不是1、2岁这样差不多吧？不过现在这个有些国际上也是现在有个别的孩子，就是1、2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朗诵，就是很多这个诗歌就是还有一些写散文就是也有前世的一些这个习气。这个复苏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除非这以外的话呢，一般人就是这样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的话呢，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对我们来讲是的确也是个一种这个问号，就是到底是怎么这个呈现？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一切万法是真正是这个生意当中是这个空性的，世俗当中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让我们真正通达了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呈现的
啊，就完全可以呈现的。这是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看得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呢就是平时对自己的家人和对自己的这个我所这个我的身体跟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特别的去执着的。但是真正通达这个空性的这些人的话呢，跟我的这个亲友跟外面的这个怨恨的敌人呢，就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是我们一般凡夫人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呢。通过他们的这个修行力和智慧力呢，完全让这个做得到的。而且呢，对我们来讲，这是很稀有的，不可能的。尤其是没有学过大乘佛教的人来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是我，他就是他，敌人就是敌人，亲人就是亲人。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眼里呢，就是通过这个修行，很多都可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就是可能啊，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宿命，就是以此类推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就一个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让这个先前就是一切未来的这种景象和过去的景象呢，就是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呢，汉地那个大乘智观法门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问答的方式来就是说明，就是如果你们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这个好好的这个看一下，就是因为里面呢就是以这个外人和一些这个萨门呢，就是通过这个对话的方式来，包括就是这个时间的这种长短呐，就是梦幻和一些事有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就像我们以前就是讲过的那个这个梦和性的辩论里面所讲的道理一样，就是比较相同的。让方便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大家就是要这个参与一下，就应该是对这个如梦如幻和或者说是对这个时间的这种长短各方面呢，就是有所这个了解。